頭啊，啱有人報警話山頂發現咗女屍喎。方 Sir， 點啊？發現屍體係一名陳運泰，喺死者身上揾到屬於死者嘅身份證，仲有少量嘅現金。加上死者被發現嘅時候衣衫不整，唔係普通嘅劫殺案。唔該，係。點啊，多大醫？干 Sir， 從表面跡象顯示咧，死者嘅前額係曾經俾人哋用硬物襲擊過，但係真正嘅死因咧，初步推測係俾人哋勒死嘅，而死亡時間約莫係尋晚嘅10點至凌晨2點之間。現場環境好僻靜，曾經發生過幾單非禮案。江 Sir， 喺附近發現到一啲腳印，係大 size 嘅波鞋，應該係男人着。我諗起，我曾經見過佢喺唐安田嘅喪禮度，佢唐氏公司股東尹望社太太。自從前任董事長過咗身之後呢，公司有好多項目嘅計劃擱置咗落嚟。我知你新接手嘅係需要啲時間，不過有啲計劃唔可以拖太耐嘅噃。你講嘅計劃我已經睇過㗎啦，點解咁遲都未有決定？係因為等核數師嘅報告。董事長認為公司嘅帳目有啲問題㗎。唔係，呢啲係媽咪教落嘅。喺打理盤生意之前，首先要清楚盤數。哦。唐小姐，哲生咩事啊？我唔係揾你嘅，我想見一見尹望石先生。清楚。根據記錄，琴晚凌晨2點幾，你曾經報過警，話你太太失蹤係咪？係啊，我太太咧，佢一向以來咧都中意話食完晚飯啊去跑下步，不過通常都係10點半到咧就翻到屋企嘅。但我琴日等到2點幾，唔單止話未見到佢人，連電話都冇講，咪緊張起上嚟報警咯。係咧，有冇佢嘅消息啊？我哋發現咗你太太。哦，佢點啊？我哋發現佢嗰陣時，佢已經死咗。尹生，尹生你冇事嘛？我心，我攞水俾你。學生，我啱經過，有咩可以幫到手？尹生唔係好舒服，可唔可以斟杯水嚟？唔使啦，唔使啦。咁我走先。喺死者體內留有男性嘅精液，驗咗 DNA 未啊？ DNA 冇發現到嘅喎。咩啊？不過初步驗出女死者體內嘅精液係屬於 B 型血型嘅人。唔該晒，唔使。佢係咪你太太孫碧玲？估到嘅後生過我咁多，更加先後愛過我。你哋一定要幫我捉到個兇手啊！你放心，我哋一定會盡力。初步驗屍報告點講？根據驗屍報告，女死者體內留有男性精液，可能喺死之前同人發生過性行為或者被強姦過。而留喺體內嘅男性精液所屬嘅血型係 B 型。而現場亦都發現到一啲波鞋鞋印，係男裝 size 8號。根據鞋印嘅推測，兇徒應該由5尺6寸至到5尺9寸高。現場除咗鞋印之外，就冇其他嘅發現，就連打傷死者前額嘅兇器亦都揾唔到。相信呢個兇徒極有可能係經過部署先行。根據現場留低啲嘅鞋印嚟推斷，兇手嘅身高同體重都同死者丈夫係唔同。我哋初步排除死者丈夫尹望石係兇手呢個可能性。主持同阿瓊，你兩個負責抄下本居所發生啲風化案，睇下咩料到。Yes sir。洪哥同阿球，你兩個負責抄下死者生前有冇同人結緣。Yes sir。死者丈夫尹望石曾經講過，孫碧妮有個好爛賭嘅細佬叫孫耀華，之前因為借錢不遂，同孫碧妮發生咗拗撬。呢幾日因為避債離開咗香港。洪哥，你跟埋佢。O.K. Sir。死者嘅丈夫係商界名人，佢會唔會同人有拗撬，導致到報復而俾人殺咧？你提醒咗我樣嘢，我通知尹望社嘅時候，佢公司其中一個股東霍環忠嘅仔霍偉聰在場，當時嘅反應好古怪。阿聰，啱晒啦，哥 Sir 等咗你好耐啊。學生，據你所知，尹望石先生同佢太太同啲咩人有結緣咧？你點解要問我？你以為我為咗佢同司徒炳上次整蠱我嘅事，仲懷恨在心？冇錯，
我的確有少少嬲佢哋，為咗嗰件事，佢搞到我爹哋爆血管。不過都未至於要殺佢太太出嚟咁嚴重。我唔會為咗啖氣而做咗一啲自毀前程咁蠢嘅事。不過坦白講，見到而家搞成咁，我的確有少少失望。咁你知唔知佢哋兩夫婦有可能同啲咩人有結怨？佢兩夫婦喺出邊同咩人有結怨我就唔知。不過尹太對人不嬲都好熱情，我略有所聞。你意思係尹太？尹生喺出面不嬲都同一個叫鄭威廉嘅人合作搞生意，而尹太同呢個鄭生嘅感情就非常之好。呢一點尹生應該唔知道。唔好意思啊，鄭生，阿 Sir， 可唔可以快啲？我晏啲約張人傾生意。好啊，飲啖茶坐低先。我哋今次叫你翻嚟，係想問一問你關於尹望石兩夫婦嘅事。我諗孫碧麗嘅死，你都應該知嘅。冇錯，我係認識尹先生兩夫婦，而且我仲同尹生合作搞生意添。喂，黃老闆。哦，得，啲單我會帶出嚟㗎啦。今晚見啦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啊，我哋傾去邊度？你同孫碧麗咩關係？拍檔我老婆咯，仲有咩關係？喂，高生，傾得七七八八啦，等政府批嘅啫。好，有消息嘅我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好，拜拜。我想問下你，尹太除咗個先生之外，有冇同其他人有感情嘅瓜葛，或者係第三者？阿 Sir， 你咁樣講，你唔講唔尊重死者嘅咩？飲啖茶先。我哋都只係循例問下嘅啫。對唔住，我諗我幫唔到你乜嘢，我趕時間。好啊，都阻咗你唔少嘅時間，好多謝你同警方合作。鄭威廉嗰邊問到啲咩出嚟？一提到孫碧麗嘅死訊，佢好似有反應咁。照我估計，佢可能同佢有曖昧嘅關係。唔知係咪我敏感？或者我俾杯茶佢飲嘅時候，佢掂都冇掂過，好似有所防範咁。咁即係話佢已經知道我哋懷疑佢，而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冷靜嘅人。阿飛，你就案發嗰陣時，佢有冇不在場證據？我就揾阿唐心如，了解下尹望石同霍偉聰兩父子嘅關係。你仲懷疑緊姓霍嗰兩父子同呢單 case 有關？喺未有任何頭緒之前，乜嘢線索都唔可以忽略。阿聰唔係一個衝動嘅人，佢阿爸仲話佢做嘢唔夠衝勁，冇火添。雞未俾人長期飼養之前係識飛嘅。睇咗我本小説啦？啲咁正經嘅句子我梗係記得啦。如果雞都可能會識飛嘅，有好多事我哋認為冇可能，其實都有可能會發生。係就係，但係唔討揾 uncle 嘅唔止鐘叔一個㗎，佢同炳叔都係口和心不和㗎啦。佢兩個唔係合作排擠霍偉聰兩父子嘅。我打完翻盤生意之後咧，揾人 check 過條數，成條數咧都好有問題嘅。我問過揾 uncle 同炳叔㗎啦，佢哋喺度推卸責任，仲話最大問題有一個係鐘叔添。咁你認為咧？我諗佢哋三個其中一個，或者三個都有份虧空公款。不過媽咪同我講，公司有今時今日，佢哋都出咗唔少力嘅。如果佢肯填翻條數嘅，我就唔追究。估唔到寫小説叻啫，做起生意上嚟都有文有路。我諗起啲嘢。乜嘢？喺揾 Auntie 出事嗰晚，鐘叔中咗風入咗醫院，阿聰仲打電話嚟叫我借個司機接阿鐘叔入醫院添㗎。你記唔記得幾點？佢打電話嚟，我嗰時食緊飯，大概7、8點到啦。佢係搞掂晒啲嘢，個司機翻到嚟都成點幾啦。當晚阿聰仲陪住鐘叔添嘅。咁即係話霍偉聰兩父子又不在場證據。唔見咗阿 Cora 人幾日，唔知個衰仔喺泰國 happy 唔 happy 嘅。梗係 happy 啦！大家咪陣錢啊！阿頭，孫碧麗死嗰晚，鄭威廉就同佢喺埋一齊。陳大年咪搞基建嘅官員。冇錯，呢項工程鄭威廉都有份投標。當晚鄭威廉同埋陳大年就上咗深圳實地考察同類型嘅工程。Gigi， 你要嘅資料，我自己過嚟攞咪得咯，使乜親自攞上嚟啫？Gigi，點啊？
我已經 check 過醫院嘅記錄，證實咗霍環中的確喺3月16號晚9點45分由佢個仔送佢入醫院，而霍偉聰留到1點半先至離開。唔該你。阿頭啊，我哋查過啦，尹望石同孫碧玲兩公婆其實冇乜死對頭，咁深仇大恨要搞到殺人。而孫碧玲嘅細佬入嚟層花咁講，遲啲我哋會揾佢。嗱，但係根據證人嘅口供證實咗，孫碧玲同阿鄭威廉確係有奸情嘅。但係鄭威廉有不在場證據，而霍環中同霍偉聰兩父子當時都喺醫院度。身高同埋體重吻合嘅疑犯啦，我都 check 過晒，全部都有不在場證據。其中一個咧當時仲喺壁嗰度服緊役，而另一個咧就係 O 血型，唔係 B 型。喂，阿頭 ，I do。唔該。其實呢單都冇乜內情啊，都係普通偶然奸殺案嚟啫。我都同意，咁不如唔好查啦。唔係啊話 Cory 唔喺度，你替工啊？啊，窒我。Yes sir。山嶺區發生殺案，死者尹望。喺1星期之內，兩夫婦先後出事，會唔會咁巧合？周太醫，江 Sir， 初步檢查，死者表面嘅症狀應該係中劇毒致死嘅，相信係兇手喺佢杯裏面落毒。初步推測可能係一種無色無味嘅氰酸鉀，而死亡時間約莫係尋晚嘅9點至凌晨12點之間。唔該你。現場冇明顯掙扎過痕跡，兇手極有可能係認識死者，喺佢唔為意嘅時候，將毒藥放喺杯水入邊。邊個發現嘅屍體？係佢侄女。半個鐘頭之前，佢哋探佢伯父，入屋之後就發現咗條屍。江 Sir、水 Sir， 係呢位小姐報案。我係江子山督察，呢位全沙子，你係第一個發現死者嘅人係嘛？點稱呼啊？我叫尹秋月。你係死者嘅侄女。係。可唔可以詳細講一次你發現死者嘅經過俾我哋聽？我伯父身體一向都唔係咁好。自從我伯娘死咗之後，我每一日都嚟探佢。不過前日我因為公幹去咗上海，冇嚟2日，所以今日特登帶啲手信嚟探佢。當我一入到廳嘅時候，就見到伯父仆咗喺度，當時佢已經斷咗氣，於是我就即刻報警。喺茶几上邊有一杯清水，有半杯酒，好明顯除咗你伯父之外，仲有另一個人喺度。你知唔知呢2日佢有冇約朋友上過嚟啊？唔知道。你頭先話你去咗上海，琴晚先至翻，你一個人去？係。我本回鄉證仲帶喺身，交咗俾你哋嘅同事。落咗機之後，跟住去邊度？尋晚我7點鐘翻到嚟香港之後，就約咗個朋友出去食飯，跟住就落咗去飲嘢，直到半夜。邊個開門俾你入嚟？我係用自己嘅鎖匙開門。細個嗰陣，我同爹哋媽咪係住喺呢間屋嘅，所以有門匙一向都係用自己嘅門匙開門。你手踭傷咗喎。頭先入門口之前，爭啲俾架的士撞身，所以揩損咗啫。架的士喺呢度駛出嘅？唔係，佢經過嘅啫，上面冇乘客嘅。頭先過馬路嗰陣，我冇睇清楚，都唔關的士司機事。你頭先話你細個嗰陣喺度住，咁點解你會搬到出嚟嘅？我12歲嗰陣，爹哋媽咪喺中交通意外裏面死咗，一直都係伯父照顧我。直到16歲，伯父就將我送咗過美國讀書。呢間屋本來係我爹哋啲物業嚟嘅，由於我當年未成年，所以我去咗讀書之後，佢就搬咗入嚟呢度住。直至4年之前，我翻咗嚟香港，就搬咗去爹哋喺大角咀裏面嘅物業度住。咁點解你唔搬翻嚟住，要搬出去咧？我慣咗一個人住，況且佢係我唯一嘅親人，我唔覺得有咩唔妥。你伯父死咗，你個心情點？我伯父自從同我伯娘結咗婚之後，有佢自己嘅家庭，關係當然疏遠咗啦。況且我又去咗外國咁多年讀書，感情唔講得上太好。不過唯一嘅親人都死埋，多少有啲遺憾。溫小姐，好多謝你咁合作，我揾同事送你翻屋企先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能要你幫手再俾啲資料我哋。冇問題。支持，送溫小姐翻屋企先。
覺得點？難得咁冷靜。我係話單 case 啊。呢兩單案距離咁近，應該唔會係巧合。老丁真係有眼光。揾出去提嗰個的士司機，我喺叫咗一嚿請佢上嚟。佢兩夫婦喺咁短時間先後遇害，尤其是個男死者仲係商界名人，上頭非常重視呢兩單 case。你哋要着緊啲查。Yes sir。阿頭，教授。呢位就係姓陳嗰個的士司機。阿生，我啲嘢做，呢度交低俾你。Yes sir。拜 Sir。拜 Sir。陳生，請坐。阿 Sir 啊，個女仔唔係有咩事啊嘛？我當時話即刻車佢去醫院㗎，但佢自己話冇事，唔肯去啊。放心，個女仔冇事。我哋揸車揾食嘅，最怕出事㗎啦，所以做嘢好小心㗎。一撞損咗佢啫，我嗱嗱聲嚟報案先啊，佢就好有麻煩啊嘛。你做得好啱，你可唔可以講一講當時嘅情況係點？當陣時咧，我就冇客嘅，我揸車揸得好慢，一突然間女仔咧就衝出馬路嚟，我咪剎停架車咯。我平時做嘢冇咁失策嘅，不過當時啱啱聽緊馬。買咗成2000蚊啊 Win 啊，響嗰隻天下無敵嗰度啊，一出閘啫，哇由頭帶到尾喎，點知臨尾最後嗰兩步咧，俾嗰隻有理冇理啊，從後飆咗上嚟就過埋終點，有個時候你行咗出嚟咯，咪撞到佢咯。第一場啊嘛，係啊，嗰場我都有買啊，嗰隻有理冇理以前係把第咩人，點知個場就俾佢跑出咗，咪係咯。當時個女仔係咪向住屋個方向行緊？係啊，得佢一個。係啊。唔該晒你。阿球啊，送阿陳生出去。好啊，陳生呢邊唔得。阿頭，查過晒啲資料啦。尹秋月真係有去過上海㗎，佢琴晚7點15分先翻嚟香港。尹望石冇仔女，佢哋兩夫婦死咗之後，尹秋月就係唯一嘅合法承繼人。睇落個女仔斯斯文文，我想象唔到佢會死。咁夠想象唔到你係女警啦。不過佢要伯父伯娘同時死晒，佢先可以繼承到遺產。佢伯娘係俾人姦殺嘅，而伯父死嗰陣時，佢不在場證。我已經查過，尹秋月個老豆死嗰陣時候，剩低成個億身家俾佢，一直都由佢伯父尹望石看管，直至到尹秋月21歲為止。但佢伯父因為投資生意失敗為理由，再俾翻尹秋月嘅就只係大角咀嗰間屋，而佢哋住緊嗰間大屋都俾佢伯父霸佔埋。哦，係啦，佢伯父連大屋都爆埋，可能呢個係最大嘅動機嚟。呢點我查過，尹秋月21歲由美國翻嚟之後，同佢伯父一直有來往，之後仲幫埋佢做嘢。根據當日處理遺產嘅律師所講，尹秋月對於佢父母嘅遺產，佢伯父敗晒，一啲怨言都冇。尹秋月讀會計嘅，數學一定好好。如果有啲咩不滿嘅話，一定會追究落去嘅。OK， 現階段我哋可以大膽假設，不過要小心求證。阿頭啊，你似乎對個女仔印象唔錯噃。唔係亂噏嘢啊，我唔想拉咗好人啫。啊係啊，阿 Man 等你，你交俾我哋做啊。